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上一個視頻同大家講咗50至59歲點樣去管好你嘅健康，達到延年益壽呢？因為篇幅長，所以今日呢再講埋第二部分啦。其實我哋人體呢進入30歲之後，身體嘅機能呢就會逐漸走下坡。50至59歲呢個年齡層呢係人體衰老嘅危險年齡層。到咗60至69歲呢，就演變成為各種疾病發病嘅高峰期啦。如果你50至59歲能夠善加保養，咁就會降低咗身體機能老化嘅程度，咁就可以避開咗或者減少60至69歲呢段時間嘅發病率啦。人體喺70歲之後呢，身體嘅衰老現象佢反為會平淡好多㗎噃。咁所以如果你50至59歲能夠善加保養，到咗70歲之後呢，你就真真正正可以健康咁活到老㗎啦。咁我哋喺50至59歲呢段期間，我哋點樣做好健康嘅管理呢？嗱，我哋有12點要注意嘅。首先，你要有建立防衰老嘅準備，要有呢啲嘅認知。點做啊？減少不必要嘅應酬啦，避開容易影響健康嘅刺激性行為，好似捱夜啊，大家應酬多飲好多酒啊，又戒煙啦。第二呢，係飲食要清淡有規律，食多啲蔬菜，減少高脂肪肉類嘅攝取。第三呢，就要限制高熱量嘅攝取。第四呢，就要控制鐵質嘅攝取噃，因為中年後呢，鐵質係老化嘅催促劑，可以加速老化，引發多種嘅疾病，所以唔適宜攝取含高鐵質嘅食物，除咗你本身有缺鐵性嘅貧血。第六呢，就係少飲呢啲飲料，多飲白嘅開水。第六，要注意身體裏邊有冇足夠嘅蛋白質同埋維他命 D， 咁樣就可以避免肌少症。飲食上多食啲優質嘅蛋白質，多啲去戶外曬下太陽啦。第七，要控制身體裏邊嘅脂肪。第八，唔可以過度勞累。第九呢，唔好加重生理上同埋心理上嘅負擔，要保持正向樂觀嘅心態。第十呢，要調整生活嘅規律，要作息定時啦，要有充足優質嘅睡眠。第11呢，要有規律嘅運動訓練，鍛煉下你嘅肌力啦，同埋個平衡力，避免容易跌倒啊嘛。最後嗰點呢，就要積極維護自己健康，時時留意自己身體有冇異常嘅反應呢，一有就即刻睇醫生。同時呢，要定期做全身嘅健康檢查。如果能夠做足呢12樣呢，你晚年嘅健康係更加多保障噶啦。希望大家都老當益壯，可以安享你嘅晚年啊嘛。多謝大家收聽。